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是儿童节，前几工一寡学校为了要替囡仔来庆祝过节，拢甲下课时间调整做比普通时加几落倍。若上课时间就变做求水去啊！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背，读背话背第7条。背就是增加原来同款的数量，就是加倍。比原来数量加1分，就是1倍；加2分，就是双倍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加倍，意思是照原来数额搁再增加。加1分，咱拄则讲到加1倍，若2分就是双倍。第二个词读做定倍，会当讲是搁较增加，嘛会当讲是双倍，就是照原来数额搁再增加1倍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有做生意人为了要经过菜莫来遮上空上芳，会写告示牌，写讲自首无罪，抓到双倍。虽讲偷窃是违法的，甲嫌疑犯依法上班嘛是店家的权利。要毋过若是照法律规定，罚这个嫌犯罚金定倍或者是加倍，可能颠倒牵涉到刑法的强制罪。今仔日甲大家小解这一字就是倍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